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伙来关心。议员朱立伦表示，台南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并南区经济，政府甲民间合作开发盐埕段的商业土地，虽然备受社会期待，不过根据伊的观察，因为附近老旧国体原本就无规划停车场，现在停车已经出现问题，何况未来开发完成，所以相当烦恼，甚至惊冲击到消防公安，要求将现地空间活化再利用。国仔居民还有到了桑巴的客人，其实800个位置我觉得还是不够，是不是？而且到时候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社会住宅也是在那附近了，所以我觉得位置一定是不够的，看有什么方法。第一期跟第二期工程有将近800个停车位，那我们也提到说，可能如果停车位不够部分，是不是也请他们酌予考量？那我想议员的建议非常好，我想会后我们会再跟交通局一起合作，除了周围的停车位的在收整之外，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投资的案件里面再请他们横着，是不是有更多的停车位的一个发展？在周边我们盘点，其实还有蛮多国有财产署或者是营建署，其实他们闲置在那边的空地的，我们其实陆陆续续已经在跟2个单位来做沟通协调。那如果闲置土地可以这个暂时作为停车场使用，其实我们都会积极来跟他们协调。另外，针对市府将原本2000户的社会主体兴建目标提高到4200多户来照顾青年甲弱势。不过，议员伫总质询嘛提醒市府一定要注重工程品质，千万唔通像过去安平利基国体或者是新兴国体建筑，到他纠纷争议也无法度解决。当然，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游泳池表示，基本工资每年1点钟薪水起到168块，公务人员薪水嘛估计起3%，所以议员都来提里长的事务费来请命，看敢会当对咧调整，经进一步争取里长建设服务费用，因为甲6都比较起来，咱里长一档只有13万，已经是6都上少，甚至减新北、桃园要4倍。你做桃园市长，伊嘛发上安尼，你差人有够你做，差4倍，袂起来。人若要甲你讲，我自个袂通，要请一个，无钱。好啦，我这部分来想办法啦。我讲应该20万啊。这个部分咱过来研究看卖，事实上当然13万，一档13万无够啦。不过呢，有针对着这部分特有的里长部分会加一个5万块给伊啦。5万块一档一届尔啦。另外嘛，因为替65岁以上老人争取免缴健保费是由议员竞选政见，所以上午总质询议员再次甲市长交换意见。其实台南市每年65岁以上的健保补助已经有变动，就是新增加所得税率伫12%以下，一档补助1000块，如果有6000外人受惠。对此，市长表示，万无万少，伫财政受理许可之下，一定会尽力一步一步增加。当然，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大家甲市区比起来，虽然相对有较增加，不过当地社区守望巡守队依然有真济热心志工投入，无分日时暗时来守护民众的治安，甲维护交通。不过，议员吴通良表示，就伊了解，台南的社区巡守队对278队，到现在只剩182队，下降的幅度相当的大，所以希望警察局徛伫民间力量的协助，用志工卡等福利来鼓励优质参与，加关心嘛较有力。巡逻是无分时间点的啦，甚至每一暗因排的巡逻是9点到12点。你甲看，暗时啊嘛做，日时啊需要因的时阵，你出来交通指挥嘛好，去替老人照顾老人的嘛好，
去替老人量血压呢，他们都在做呢。所以这款志工，因既然讲我无志工卡，我讲什么叫志工卡？就志愿服务荣誉卡。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局长也好，我们市长也好，敢是爱替因在人好啊争取一个。志愿荣誉服务卡吼，伊第一个条件就是爱那边咱民防法。民防法吼有一寡规定，就是讲伊逐年爱接受队员爱4小时，干部爱8小时的训练，过来超过70岁就袂使参加。咱非常感谢这巡守队对咱这个地方治安甲交通的帮忙，因为有伊的帮衬，咱的地方较会当甲咱的警察会当连结，所以咱一直伫咧鼓励。即摆182队吼，有大部分一礼拜拢行4天以上。这种的吼，我相信对咱地方的治安非常有帮忙。咱嘛足鼓励因来纳入民防法。所以，你关心的这代志，咱即摆一直有咧咱182队内底，即摆已经有41队纳入民防法。出身闸门区的议员吴通良，伫即摆中央制出的全民运动馆计划当中，嘛全力争取伫满岛来设立。虽然人口数无合资格，毋过希望合并下营区做伙来争取。同时，希望教育局甲公所积极配合，找找更适当的公杂一定地点。互当地民众有一座优质的运动休闲空间。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振兴饭店业者以及推广台南白油，市府邀集台南6间知名饭店推出以白油日菜飨宴，分别是台南精英酒店蜜椒白柚和牛卷、台南香格里拉白柚乌龙冷泡茶、白柚海鲜鲜蔬沙拉、大园皇冠酒店柚香凉拌宜兰鸭赏、柚香熏鲑鱼沙拉、柚香香料烤鸡腿、台南老爷行旅香橙白柚雪酪、法式香煎樱桃鸭、台藤中英酒店柚风德林佐西柚酱、台南复兴大饭店香柚炖南排定14道经典的白柚料理。香柚包生炖南排是一道一般我们家庭主妇啦，都可以随手入菜的一道清爽而又解腻的饭后的汤品。其实餐点有时候不需要太频繁的复杂的做法，而只是用天然的食材跟搭配上天然的果实来去做这道料理。用新鲜用在地的台南的鱼肉，搭配我们的白柚，整个用自然的风味把它组合呈现。然后再搭配我们鲜嫩的白柚肉，然后再搭上我们的在台南在地的苦茶油，还有一些坚果，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呢，让它衬托出那个新鲜的口感。运用这个白柚，那我们用鸭胸宜兰的樱桃鸭，那搭配鸭骨肉汁，那鸭骨肉汁加上这个白柚的白柚汁跟白柚的果肉下去一起熬制，当季那个大白柚。包在那个和牛里面，稍微煎一下，然后加上黑胡椒跟蜂蜜调汁，就这样子就行了。市长黄伟泰也特别出席今日的记者会，除了协助农民行销，也替6间饭店白柚香宴赞声。继文旦之后，台南市文旦的最大产地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大白柚也是全国最大的产地。文旦跟大白柚，看起来。一样，但是口感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我想很多大白柚值得大家来这个品尝。但是以前文旦看到的是这个当水果比较多，大白柚看到的也是当水果，过去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台南一流的主厨能够把大白柚转化成为入菜，那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增加更多好朋友对于大白柚的认识、了解，进而喜爱它。我们期待各位好朋友来欣赏、品尝，来我们台南市这6家大饭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品尝到最优质的大白柚料理。市府农业局表示，台南的白柚产量稳定，品质好，风味佳，真侪消费者一食就变主顾。每当一到盛产期，就开始准备要来抢买。欢迎市民大众多多采购台南优质白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举办，这样做让家更幸福。亲子教育的讲堂，17号下午伫个文化中心完成剧场来登场。同时，这嘛是疫情降级、未解封以来的头一场，为控管人流甲人数，现场开放240位的室厝，加上线顶的直播。总共将近500位民众同齐聆听，包括教育局主秘杨志雄、家庭教育中心的主任张炳英，拢亲自到场，主要宣导家庭教育的陪伴甲爱的精神。很多人都会问家庭教育中心在做什么？我们家庭教育中心是在传播一个理念，第一个陪伴，陪伴是对孩子来讲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功夫，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家庭教育中心，从我们的张主任带领之下，在每一场的活动里面，其实都很在意跟重视陪伴这个精神。有些孩子从小并没有像我们，或像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们，有这么多让父母陪伴的经验，因此对于未来的一个依附的感觉，常常会透过其他的团体。其他的朋友来得到，那有些很幸运，他可能度过了，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幸运。所以第二个，我们家庭教育中心秉持的第二个精神是爱。在家里面，有时候不是讲理的地方，有时候更需要的是讲爱。希望说，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在今天的讲座里面，我们一起寻找回陪伴跟爱的感觉。现场邀请马街儿童病院的儿童感染科医师，同时嘛是亲子天下专栏作家黄聪玲医师现身讲法。黄聪玲以儿科医师甲亲子教育到底有啥物关系？以及真侪外国的研究，包括现代人的真侪慢性病，其实拢甲儿童时代的创伤指数有关系。因此，要互囡仔一世人健康，伫个囡仔5岁进前。家庭的和乐的真重要。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读书心得，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没有太多个人的经验，我基本上就是把这些研究的结果翻成白话文，稍微融合一下我们的本土的这种语言，然后就呈现给大家。举例来讲，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就是健康快乐成长，那么你的健康的定义很简单嘛。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那10个童年创伤指数你不要做，你就可以达到科学上面给你的一个大方向。我不要有这10个童年创伤指数，我的孩子将来肥胖的几率，染上这个抽烟喝酒的几率，通通都会降低。那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了。举例来讲，你希望你的孩子聪明吗？刚才在那个 list 上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想说，对，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智力发展比较好，能够很聪明。那你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是我帮大家做的找的这个文献。你可以跟孩子多说话，而且呢，鼓励的言语比责备的言辞多7倍，你的孩子有可能就比较聪明。这个研究叫做3000万个词汇的研究，这是 Kansas University 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团队做的，而且这个研究太有名，后来自己也出了一本书，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查3000万个词汇，你就看到他那本书整本在讲他们研究的过程。伫个面册粉专拥有将近70万人的黄聪玲医师，伫个疫情降级未解封以后，头一场甲民众面对面的演讲，现场有影讲是座无虚席。伫个会后，家庭教育中心嘛举办竞猜的活动。现场抽出幸运的民众，欣赏黄聪玲医师的新册。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股头缺血性坏死，伫疾病早期会当考虑药物治疗，或者是减压手术。但若是髋关节已经塌陷，就只会当换人工髋关节。以现在手术技术，只需要30-40分就会当完成。事后患者真紧就会当恢复行动力，转去到正常生活。但若是有脱臼，或者是创伤术的患者，髋关节软组织受损、肌张力不足，或者是活动角度需求较大族群，就当考虑双动式人工髋关节。
传统的人工髋关节手术完效果也非常好，病人很快就不痛了，就可以下床走路了。但是有一点需要很小心的，就是如果说坐很低的椅子啊，或蹲下来啊，就会有脱臼的可能性。那脱臼你就必须要到急诊来，由医师帮你麻醉，再把它拉回去。那有时候甚至要进开刀房重新处理，是非常麻烦的。那这个就是旧的传统的人工髋关节，它只要一弯曲，它就有可能脱臼。那现在新款的人工髋关节，这种叫做双动式的人工髋关节，它的活动度是变得非常大，因为它是有2个关节面，一个是大的关节面跟上面的髋臼杯，它是可以活动的。那里面还有一个陶瓷的小球，陶瓷的小球跟大头之间也会活动了，就是有2个关节面，所以它的活动度变得非常大，所以它的活动度几乎可以接近你原本自己的髋关节，所以无论是蹲下啊，或者是翘脚啊，要绑鞋带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一款的人工髋关节可以提供给需要很大的活动度的，例如说你工作要蹲下来的，或者是之前就常常脱臼的一些患者，来提供他们做选择。医师表示，双动式人工髋关节会当解决传统髋关节手术为了避免脱臼，袂当坐架椅啊、徛架顶活动限制。以患者人生为例，接受手术当天下晡就当落床行路，并住院3天就出院，无到1个月时间就会当回去到工地继续工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慢性病患者长期倒伫咧病床上，身体定会出现压疮，需要回去到病院，予医生诊疗换药。但正正因为疫情的原因，患者减少来到病院会诊，造成空喙好的情形真歹。吉米医学中心空喙照护中心就推出在宅伤口视讯诊疗，由医师透过视讯来诊断，并安排专案空喙护理师到替换药，解决家属以及患者就医的不便。病人的伤口不会好啊，倒不是因为他照顾，不只是因为他照顾上的技巧不好啊，很大一个原因是很多病人其实不太能够到医院来。一方面因为交通不方便，因为家属要请假；另一方面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不太行。那因此这些病人的伤口就很难好，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发展就在宅的伤口视讯诊疗，利用视讯的方式，其实可以直接的到病人的家中去帮病人解决问题，有很多好处，包含就是病人不用来，家属也不用请假，而且事实上我们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跟病人实际来门诊的服务的品质差不多。那我相信这样对很多不能够来医院的病人是很有帮助的。林佑成主任表示，目前在宅伤口视讯诊疗也未全面开放，是以专案的方式，也这是配合吉米病院整合医疗中心以及社区医疗提供服务，只收取甲门诊同款的费用，其他身价的成本需要由专案去收。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今年策划的2021儿少评审培力营，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小与高中生来学习担任儿少节目的评审。课程安排中，媒观特别邀请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副秘书长刘志阳担任讲师，带领儿童与青少年学员从儿童权利公约认识儿少的主体性与发声权，呼吁儿少多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想其实儿少节目一切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这个节目是为了儿少而制作的。那当为了儿少而制作的节目却缺乏儿少的意见跟观点，但这个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而事实上儿童权利公约也不断的要求跟儿少有关的事物应该充分的让儿少来表达意见，那大人必须要聆听并给予回应。所以我想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其实是儿童权利公约很核心的一个部分，他们的节目由他们的意见来告诉大人说，我们喜欢这样的节目，我们不喜欢这样的节目。那这个营队更有意义的是去培力他们了解说，这个喜欢跟不喜欢怎么表达，怎么跟大人沟通。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另外一堂课也邀请到儿少节目的执行制作蒋家燕来分享节目制作的点滴，过程中学员们踊跃表达自己的看法，让讲师很感动。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给我看很多儿少节目，但是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觉得那些节目做得很好，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对，然后就是我会去看的，还是觉得我比较可能跟我生活贴近，或是我跟我同学有话题可以聊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儿少节目它就是只
就是用他自己片面的角度去想说小朋友喜欢看什么，但是可能就是随着年代的改变，小朋友的观点或者是喜好可能会不同。就是除了纳入儿少意见以外，我觉得也可以跟一些年轻人的时事做搭配，因为有些电视节目可能它如果像制作或企划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现在年轻人在聊的内容，那年轻人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跟我们觉得有点隔阂，那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愿意去收看那样子的节目，以及就是可能也有需要多一点的宣传管道，因为可能都是在电视上播出，或者是只是固定会放到 YouTube， 但是没有很大量的宣传，就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也不会想到有那个节目。今天很高兴来上课，就是跟很多小朋友做互动嘛。那我特别有设计一个部分，就是说让他们听听他们的想法这样子，然后他们也表达了很多他们的意见，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那包括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的儿少节目的种类太少，而且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对，可能都是大人认为可以看的题材这样，所以今天就是听到他们讲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这样，然后他们也反映到就是说现在的儿童节目的时段其实根本他们也看不到电视，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有多一点的平台，譬如说就是 YouTuber， 然后或是像爱奇艺啊，或是抖音之类的这样。对，那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很棒，就是他们都很勇于表达意见。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蛮适合来当那个小评审。整场活动除了学员收获丰富，能贴近儿少的想法讨论与交流，也让参与儿少评审培力营的讲师们得到了许多回馈，并肯定梅关举办的儿少评审培力营，期待激发出更多儿少节目的想法与创意。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美食报卖啊！这间位伫咧第一分桥边啊，安哥台菜海产，过去只有伫咧暗时营业，但近来因为疫情的缘故，来用的人客变少，所以营业时间改为中昼嘛开卖，推出便当以及拍卤面，方便消费者外炸。好食的料理，佮加上大型的服务，受到真侪市中消费者的推荐。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台南美食宝贝啊妞妞。那今天推荐给大家安哥台菜海产的古早味卤面，吃起来会让你想到阿嬷的料理的味道哦。金黄色汤头配上 Q 嫩弹牙肉羹，推荐你来吃吃看。他们的食材新鲜、好吃，然后又不贵，对啊，然后里面的服务人员态度也都很亲切，所以只要有亲朋好友来，我一定都带来这里。这个师傅他很会做那个古早味料理，尤其是这个卤面，我们南部人喜欢吃甜，然后它又有一点柴鱼的香味，然后吃起来不会说让人家觉得很腻啦，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很推荐大家来这里。为什么台南的卤面有遐尔侪间？但就是这间的拍卤面，深受大家喜爱。原来是头家蔡国安无烧重本，以大量的变干欠汤，而且卤面内底的肉羹也是每天去市场采买乌猪肉，手工制作而成，新鲜的食材，滋味就是无同款。安哥台菜海产，我们推出的卤面是遵循那个老师傅最传统的做法。那我们先以最新鲜。就是市场每天采买温体的猪肉搭配鱼浆做成的肉羹。那么我们每天都是现做现卖。那我们先是以肉羹煮好之后的汤作为那个卤面的汤底。那我们也搭配，最主要我们的味道跟一般不同，就是我们以大量的柴鱼、虾米下去爆香，然后再以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下去调味。原来我们的味道跟一般外面吃起来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香味，非常非常特殊的香气。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卤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原本营业时间是5点到12点，那为了服务以及一种变通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最原始、最好吃的古早味卤面。我推出来跟大家分享，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希望能够在这波疫情的时候能够顺利度过这波疫情。而且因疫情，
民众伫厝内接饭的机会增加。安哥海产嘛推出冷冻包的料理，方便消费者买回去吃。那今天推出这个卤面，也广受我们所有消费者的喜爱。所以我们也是不但有热食，我们也有推出我们的冷冻料理包。外县市你不用跑到台南，我们能够用宅配的方式，也能够品尝到一碗最道地、最古老、最古早味的古早味大卤面。看了今日的安哥卤面，是不是就想要冲去现场买一碗来试看卖？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只要你是真心感觉好吃，欢迎伫香猪车三冠王脸书粉丝团，也就是YT 频道，这支影片下骹留言推荐，你就有机会成为后一个美食报名哦。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